我真係冇諗到香港外勞而家咁搶手，我哋全程係免費㗎，呢點好重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by， 你嘅專屬勞務顧問。其實 Joby，你哋公司係做咩㗎？我哋主要幫僱主申請勞工配額代辦招聘外勞嘅。有幾多年經驗呢？問得好，我哋公司唔係新公司，已經有20幾年嘅勞務經驗㗎啦。香港、澳門、珠海都有公司嘅。最近見你跑香港比較多喎，係咪嗰邊比較忙啊？係啊，因為而家好多香港僱主咧都有人手不足嘅問題。目前我哋已經服務緊300幾個僱主，已經申請咗200幾個勞工配額落嚟㗎啦。咁你哋可以為僱主做啲咩呢？我哋主要幫僱主做3件事情嘅。第一，幫僱主申請勞工配額，由準備資料、遞交資料、跟進進度，全程都係由我哋嘅團隊一手包辦。第二，幫僱主揾到適合嘅外勞，例如洗碗工、侍應、銷售員等等，從篩選、面試到入職，每一步都跟實㗎，幫僱主可以揾到一個穩陣、肯做、好管理嘅員工。第三，提供一站式後勤服務，有專人負責文件、簽約、後來許可呢啲手續，等僱主可以專心打理佢嘅生意，唔使再為請人換人頭痛啦。你哋幫僱主揾外勞係點樣收費嘅呢？你問到重點啦，我哋全程係免費㗎，呢一點好重要，對僱主係唔收取任何嘅費用。而家香港外勞好搶手，如果有需要嘅話，記得揾專業合規嘅團隊嚟服務啊！請人唔使憂，揾 Joby 就得。關注我，了解更多外勞乾貨。